老板你好，请给我就我介绍一下，我姓李，我叫李怀红算，我今年28岁，我高1.5米，我的体重是45公斤，我家住在民顺省，我还没结婚，我家有几个人，爸爸妈妈。一个姐姐，2个弟弟，一个妹妹和我。我对台湾很感兴趣，我很想去台湾工作，因为我可以赚钱，帮助其他人，也可以学习新的台湾文化和新的知识。如果可以去台湾工作的话，我会努力工作的，谢谢您。